藏北高原的索县是一个安静美丽的县城，但是这里每天却会出现许多来自四面八方的新面孔。除了西藏、川滇甘青等4省藏区的群众也时常前来，他们不顾路途遥远，涌向索县，只因为这里有一个被藏民们亲切称为赶集部的名医。他一手祖传的藏医绝技，更是被人尊称为藏医千年瑰宝。这位赶集部就是西藏自治区名藏医、索县政协副主席、索县藏医院院长旦松扎巴。他掌握的祖传藏医绝技，就是藏医18项疗法之一，具有奇特疗效而拥有着1300多年历史的脉蟹疗法。2010年被列为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用了农给他做这种的人呢，这种人呢是对呢，我们就业给的他另一个人呢，个农农他没把打了起来给他第一个每个就用第一个每个。西藏独特的地理、气候、环境、天文、历史文化等，造就了独特的藏医药文化。藏医药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系统的理论体系和规范的实践技能，并其得到传承和发展。脉蟹疗法的理论与实践精髓，在公元19世纪由嘉央钦则旺布传授于旺布日哉乃觉德瓦多吉上师的保健医生仓巴列谢，其传授于噶钦仓巴热西桑旦，后由噶钦仓巴热西桑旦传授于旦松扎巴之父义西本杰等一批德高望重、热衷于藏医药事业的藏医药名老。据形成于公元8世纪的藏医药典籍《四部医典》记载，脉蟹疗法适用于风湿、节育后不孕、死胎不下、子宫癖瘤、陈旧性疾病、痛风、湿痹、疖痈、内脏囊肿、水肿、血管癖瘤、尿道阻塞、尿道癖瘤、皮肤疾病、陈旧阳疮、黄水病等诸多久治不愈的疾病，尤其是对脉络疾病有不可替代的治疗价值。也就是说，1300多年以来，脉蟹疗法在4部医典和延绵流传的藏医药学典籍中，形成了系统完整的理论体系和操作规范，并且在临床实践证明脉蟹疗法的治疗作用。但是，这神奇而独特的藏医疗法却一度失传在近代藏医疗法当中。他顶从这是人家呢，他呢，他对他是他你懂一路一个搞是不了，但是他这一家呢，跟讲用着空个兄弟呢，他不了，这种人呢，从嘛拿出来的上的呀，第一个专业弄上个，我他的专业弄了。这种人呢，他打特别无做的呀呢，他提采集的，他的出差的是怕拉的，哦，他这种我们都有说这的呀，他的人呢，他吃不上的怕我是认头的。2004年，在中国西藏首届国际藏医药学术论坛上，着一身深棕色藏装的丹松扎巴是进行学术演讲的15位国内外专家学者之一。他的浅谈藏医脉蟹疗法的实践操作，受到在场450余位国内外专家学者、各界嘉宾的高度评价。而脉蟹疗法这一来自古老藏医学的绝技，在失传若干年之后，重回主流医学的视野。后面给这种给他用了这个人来他就得，同嘛你他那个他们他打动就是哪里？第那个的卡勒里塞那当不，同嘛自己个面拉说吧，从嘛动，的你得说的嘛头呢，他呢中间个人来拉说吧，
也给让人充满的大力干了，他那你把台长马桶呢，他那打我是第一个你把打起来给他，龙龙扎江子就打带动过就带里。人们惊奇地发现，古老的藏医神奇疗法并没有失传，博大精深的藏医药文化在藏北羌塘所县得到了很好的传承和发扬，而所县的藏医脉系疗法杂迥成为了藏医适宜技能的典范和精髓，谱写着脉系疗法为无数患者挽回宝贵生命和重建幸福家园的新篇章。晴朗的早晨，在脉系疗法杂迥传习基地所县藏医院，丹松扎巴按照藏医传统医规，带领来自四面八方的年轻藏医药学徒诵读4部医典。藏医药的传授和传承采用师徒相授的方式，已逾1000年。丹松院长一方面尊重传统，一方面希望引入更先进的培养机制，将传统文化发扬光大。于是10几年间，丹松扎巴到北京、四川、青海、甘肃、西藏等地开坛授课，培养各类学生5000多人，为藏医脉系疗法杂迥传承和保护工作殚精竭虑，做出了巨大贡献。以此为契机，所县与脉系疗法传承人丹松扎巴有计划地将藏医脉系疗法杂迥与中西医有机结合，充分借鉴协调发展，共同担负着新时期维护和保障人民健康的神圣使命。藏医脉系疗法杂迥临床疗效确切，预防保健作用独特，治疗手段便捷，费用低廉等优势，是我区医疗卫生事业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藏医药最为重要、最具特点、最强影响力的藏医独特疗法。尽快建立健全藏医脉系疗法杂迥治疗服务体系和藏医人才培养机制，加大科研力度，不断完善和创新应用手段，推动藏医杂迥疗法的继承和保护、创新与发展，建立脉系疗法杂迥品牌优势，继承和发扬藏医脉系疗法杂迥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和发展祖国医学体系，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千年瑰宝，藏医传奇。